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今日要為大家介紹嘅係唐代嘅魏徵。魏徵字元成，生於北周大象二年，祖籍巨鹿郡下曲陽縣，係唐朝嘅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學家同埋史學家，曾任諫議大夫、左光祿大夫，封鄭國公，謚文徵，係中國史上最負盛名嘅諫臣，輔助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嘅大業，被後人稱為一代名相。魏徵初次入仕為政治領域係隋朝嘅大業末年，進入仕途後經歷5次嘅易主。佢嘅人生歷程當中，被世人敬仰嘅事蹟大部分發生喺唐太宗貞觀元年至貞觀17年之間。魏徵嘅仕途可以分為3個時期：叨養期、動盪期同埋輝煌期。叨養期為北周大象2年至隋大業12年，主要以讀書交遊為主，係其知識累積嘅時期。動盪期係隋大業13年至唐武德9年，先後投身於李密、李建成門下做幕僚，性質接近私人秘書。輝煌期為貞觀元年至貞觀17年，仕途穩定，以國家建設為中心，提出各種建設性嘅建議，係朝廷嘅公務秘書。唐太宗剛當上皇帝嘅時候，魏徵提出咗不同嘅意見。佢講治理國家要以善待百姓為基礎，而佢嘅治國總略包括咗治國總方向以王道，王政本於仁恩，推行王道，崇尚德治。而治國嘅原則就係德治，德治就係愛民厚俗，用善良感化百姓，用寬容同愛心治理天下。而思想嘅主線係居安思危，係以隋朝滅亡為鑑。而佢嘅文本觀喺王道嘅基礎思想上養成，承自儒家，具有鮮明嘅軍民和諧共生嘅特點，提出咗以下嘅策略，主要係涵養百姓，針對黎民生業教化而提出嘅。首先係安堵黎園，各有生業，意思就係讓百姓安心生活，放心工作。第二項就係薄賦斂，輕租稅，係要讓百姓交嘅賦稅減少，減輕佢哋嘅經濟負擔。第三樣係因民而教，根據百姓嘅情況嚟到去教育佢哋。仲有就係輕刑減令，目的係維護統治嘅根基，主要係辨明刑賞，區分獎勵同埋懲罰，讓做對事嘅人得到獎勵，做錯事嘅人受到懲罰。而賞罰係要公正嘅，獎勵同懲罰要公平，不能偏袒，按照表現嚟到決定。而魏徵嘅君臣觀係施行君治之政，協調君臣關係同埋選官用人嘅辦法。而佢提出嘅君治之政就係發揮聰明才智，賞罰分明，明辨臣子嘅好壞。而佢嘅君臣之道相處方法就係君臣融洽嘅關係，君臣互信公平，君主尊重臣子，信任公平行賞。而佢嘅選官用人方式就係以德為主，德才兼備，提高官員嘅整體質素。而唐太宗喺貞觀年間亦都做到知人善任，容納大臣直諫，批評朝政，舉用賢才。例如房玄齡、杜如晦兩個就有房謀、杜斷之稱，加埋魏徵，
佢哋喺制度上面明白劃分咗尚書、中書門下三省嘅職權，相互配合，發揮制衡作用，亦都杜絕咗集權嘅弊端，並肅清吏治，減輕刑罰，重視民間嘅疾苦。貞觀時期喺政治方面嘅政績係佢改良咗三省制，設道監察州縣，完善科舉制，選賢任能，善於立課。其他仲有留心吏治、律法寬仁、平抑門第。喺經濟方面呢，係改良咗均田制，輕徭薄賦，重視農業，關注民生，發展對外貿易。喺文教方面，興孝養才，設弘文館、史館，修訂五經，亦都容許信仰自由。喺軍事方面，改良府兵制，用藩將藩兵，平定突厥，經營西域，安撫吐蕃。吳敬嘅《貞觀政要》，一部政論性嘅歷史文獻，係唐代史學家吳敬所撰寫，共分10卷40篇，以君臣對答嘅方式，分類編撰貞觀年間唐太宗同埋身邊大臣魏徵、王珪、霍元齡等45人嘅政論，方便後人參考前人嘅經驗，以古為鏡，擇線而從。而當中魏徵共進諫咗200幾件事，上書累計數十萬言。以下係一啲魏徵進諫嘅名言金句。佢講王道嘅時候講：五帝三皇，不亦問以教？行帝道而帝，行王道而王，願所行何如矣？意思就係以仁義治理國家，讓百姓生活有保障，身心都得到安定。佢講德治係話德禮誠信國之大綱，認為要以身作則，修身養性，才能夠更好咁樣引導百姓，實現國家嘅長治久安。佢講誠信係話不信之言，無成之令，為上則敗國，為下則危身，信之為義，大矣哉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君主你唔講誠信嘅話，就會導致到國家混亂；百姓如果唔講誠信嘅話，國家就會有危險。唐太宗亦都有對魏徵作出評價，喺佢在生嘅時候講過：卿所諫前後200餘事，皆稱朕矣。非卿忠誠，承奉國，何能若是？意思即係話魏徵進諫嗰200幾件事都能夠稱合唐太宗嘅心意。佢認為如果唔係魏徵忠誠奉國，點樣能夠做到呢？佢另外亦都講咗：公獨不見金之在礦，何足貴哉？良野斷而為器，便為人所寶。朕方自比於金，以興為良弓。意思即係話你唔係淨係見到黃金喺礦入邊，其實黃金喺礦入邊其實唔係好珍貴，關鍵係要將佢鍛造成為咗金器，然之後先至為人呢覺得係寶貴嘅。而唐太宗本身就係金礦，咁亦都需要有魏徵呢啲良工嚟到鍛造，先能夠造成呢個明君。去到魏徵死後，佢更加講咗一個好經典嘅排比句，佢話：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3鏡，以防幾過。今魏徵曹逝，遂亡1鏡矣。意思即係話，我係帶住咗3塊鏡嘅，用銅做鏡就係我嚟照下自己嘅衫啦，睇下靚唔靚啦。以古為鏡，即係歷史書，可以知道興替啲國家嘅興替；用個人為鏡，就可以知道自己當時做嘅嘢係啱定係錯。而今次魏徵過咗身之後，咁佢就覺得自己已經唔見咗其中一塊鏡，就係以人為鏡嗰一塊鏡啦。亦有好多人評價過魏徵嘅一生，
唐太宗講過：貞觀之後，盡心於我，獻立中黨，安國利人，成我今日之功矣。為天下所稱者，為魏徵而已。係讚賞佢我有今日唐太宗，都係全靠有魏徵嘅提醒。而李成亦都講過：能直言極諫，致太宗堯舜之上，真臣也。僕所無之，亦都好傾慕佢能夠做到一個咁好嘅諫官。舊唐書亦都寫佢前代僧臣一人而已，認為咧喺唐朝嘅真正嘅諫官得佢一個嘅啫。後世亦都咧讚賞魏徵具有史學修養同埋經學功底。舊唐書魏徵傳入邊咁寫：好讀書，多所通涉，見天下漸亂，又屬意縱橫之說，即係話見到天下大亂嘅時候咧，佢漸漸喜歡縱橫家嘅學說。資治通鑑亦都咁寫：徵少孤貧，好讀書，有大志，讚賞佢雖然貧窮，但係有大志，亦都好讀書。明代嘅劉素亦都讚佢有大志，不恥小節，博通群書，頗明王霸之術。魏徵一生跟隨咗好多位嘅主公，而佢之所以名垂青史，在於佢直言不諱嘅上諫，最終助到唐太宗開創呢個貞觀之治。魏徵歷仕唐太宗、唐高宗兩朝，無論喺門下省任職，還是外放地方或者主管監察，始終以正直著稱，直諫敢言，盡心盡責，積極進言納諫。佢時時刻刻以國家興衰同埋百姓疾苦為念，呢種深切嘅憂患意識體現咗高度嘅政治責任感。兼得則明，偏信則暗，係佢嘅政治智慧嘅高度凝練，亦都彰顯咗以直諫為己任嘅恢宏氣度。魏徵曾針對貞觀年間嘅治國實踐，喺諫太宗十事疏中提出居安思危、戒車以儉嘅政治理念。呢種以直諫為己任、砥礪帝王、克己修身嘅擔當，正係一種盛世嘅清醒。